歡迎收聽時事疏疏地。今日英國有朋友通知我，香港李小龍會九龍灣嘅會址將會關閉，原因呢好簡單，係財政問題，收入頂唔到租金。朋友就知道我係李小龍迷，所以第一時間就通知我啦。其實呢個會址呢，我喺香港嘅時候久唔久都上去嘅。大家知道啦，我由細到大迷李小龍迷到不得了嘅。李小龍會咁多龍哥嘅收藏品，我又點會錯過呢？李小龍會嘅會長黃耀強又係一個健談嘅人嚟噶，佢同我好啱嘴型啊。講到李小龍嘅事蹟，我未見過一個人熟得過佢。李小龍嘅收藏品日日上去睇一年你都睇唔晒啊！有啲書籍呢，我隨手揭下可以揭幾粒鐘嘅。仲有好多大大小小李小龍嘅塑像，仲有好多李小龍嘅玩具添。九龍灣呢個會址2019年搬入去嘅，門牌係1127，啱啱呢係11月27號，即係李小龍嘅生忌。其實呢，我都好明白嘅，單靠賣啲紀念品嗰啲收入，要維持租金同雜費呢，確係非常非常難噶。咁再加上啦，一開張就遇上社會運動同疫情啦。我睇報道呢，呢個單位嘅業主就已經俾咗好多通融小龍會嘅，並唔係逼遷嗰隻。不過長期入不敷支，亦唔能夠頂得好耐嘅，都唔係辦法。今日香港大小傳媒呢都有報道呢單新聞。呢個九龍灣嘅會址會由6月27號到7月1號作最後嘅開放，時間呢係下午1點到晚上7點。網友有興趣嘅話，不妨上去參觀，係唔使預約嘅。之後呢，會址入邊2000幾件藏品就會擺入貨倉噶啦。大家知道啦，6月2號海運戲院結業，最後一場放映呢就係李小龍嘅《唐山大兄》。由此可見，李小龍喺香港電影嘅地位係幾崇高。但係唔使1個月，呢個香港世界級巨星嘅影迷會連實體嘅會址都維持唔到。我呢就一直覺得奇怪嘅，香港政府由港英時代到依家特區政府，唔知點解嘅，就係唔肯成立李小龍嘅博物館或者紀念館。頂多呢淨係沙田文化博物館搞個幾年嘅李小龍展啫。以前好多人就講啦，話李小龍代表民族主義，代表華人力量嘅，港英政府呢，殖民地政府唔多中意。但係呢，我喺香港咁多年，我完全感覺唔到李小龍嘅文化同精神有乜嘢反殖民地政府嘅色彩嘅，甚至調翻轉頭，李小龍呢係支持多元文化嘅，強調自己係世界公民。我嚟到英國同啲鬼佬洋人相處得唔錯嘅，多多少少受李小龍呢啲精神影響嘅。李小龍呢肯定都冇反西方嘅元素嘅。我去健身傾開偈，幾乎人人喜歡李小龍，又或者呢起碼認識 Bruce Lee。我呢識一個練瑜伽健身嘅印度仔，呢個人呢好犀利嘅。佢呢唔止可以倒立做出各種瑜伽動作仲可以單手做掌上壓嘅。咁你話單手做掌上壓好平常啫。係冇錯我而家咁老呢，我都單手掌上壓做3下噶。但係咁佢係單手反手做掌上壓。咁你可能話啦，單手反手掌上壓好多人都做到啦，但係佢係向外反手，向外反手大家想象下，向外反手，我乜嘢都唔使你做啦，淨係叫你企喺度啫，咁樣扭住隻手，你都扭唔到啊！呢個印度仔呢，就係單手向外反手做掌上壓，你話幾恐怖呢？各位咁都唔止佢單手向外反手做掌上壓，仲兼夾要彈起離地嘅，做5下咁先犀利啊嘛！我咁詳細介紹呢個印度年青人，重點係佢嘅 IG 個網名係 Bruce Lee Inspired， 中文呢即係被李小龍啟發的。由此可見呢個人幾咁迷李小龍呢？呢條友仔次次見到我呢，就同我講 Call me Bruce Lee， Call me Bruce Lee， 係都要叫我叫聲佢 Bruce Lee 嘅。好啦，咁我叫聲佢 Bruce Lee 啦，佢就開心到飛起，然後就捉實我，叫我教佢截拳道，就搞到有時呢，我都冇時間舉鐵。總之呢，數之不盡呢啲李小龍迷喺個 gym 入邊嘅。有次有個女仔應該東歐人嚟嘅，俾啲手機嘅影片我睇，影片呢就係佢打緊塑膠嘅雙節棍。我睇完之後呢，當然開心大笑啦，然後就話啦，我下次耍鐵嘅雙節棍俾你睇。咁因為呢，我帶咗一支鐵嘅雙節棍嚟英國嘅。咁呢個女仔嘅大隻男朋友就即刻話唔好，因為雙節棍喺英國呢屬於攻擊性武器。總之一句講晒，李小龍呢就係一個全球性嘅香港 icon。無論點睇，西方人呢都唔覺得李小龍係宣揚種族仇恨嘅。精武門入邊呢，李小龍就不斷打日本人啦。但係大家知道，李小龍喺日本係一個受歡迎嘅明星嚟嘅。
日本依家仍然有人打正旗號開館教截拳道嘅，咁日本顯然咧就冇乜反龍情緒。我真係唔明白嘅，點解港英政府咁避忌李小龍呢位巨星嘅呢？ OK， 咁去到特區政府啦，又係一樣喎，又係對李小龍好避忌嘅。一次又一次，啲龍迷要求政府保育李小龍故居，特區政府完全都冇反應，反而咧大陸出現2間李小龍故居。其實嗰啲地方咧頂多係李海泉故居啫，李小龍根本從來未去過嗰間屋嘅。但係咧呢個順德嘅李小龍故居同埋李小龍廣州祖居咧就搏命做宣傳喎，就搞到好似李小龍細個喺嗰度長大咁。咁當然啦，做呢啲動作咧係吸引遊客嘅啫。嗱，反觀香港，明明有李小龍呢個光環嘅，佢就係唔用喎。幾乎可以肯定李小龍一定吸引到遊客，但係香港政府就係唔理，好似背後咧有啲不能公開嘅原因咁。嗱，有人就話啦，2019年之後香港都變晒啦，李小龍呢個香港巨星嘅身份咧變得有啲敏感啦。嗱，呢點我都明白嘅。咁但係1997到2019年22年，點解香港政府對李小龍咧由始至終棄而不用嘅？呢一點咧我就真係諗唔通啦。嗱，我相信繼續發展落去咧，除咗我呢啲60歲過外嘅老龍迷香港新一代年青人將會越嚟越少人認識李小龍。我就懷疑啦，分鐘遲啲洋人鬼佬認識同認同李小龍咧，可能比香港更加多。嗱，出片呢刻，嘉禾就宣布旗下所有戲院將會全部結業。嘉禾喺今個星期日，即係29號啦，停止所有戲院業務。香港最光輝時代嘅事物一件又一件咁消失。李小龍一個全世界咁高認受性嘅人物，竟然無處容身，要被收入貨倉，實在令人嘆息。嚟到呢度提大家，請你記得訂閱時事疏疏地。時事疏疏地咧係和你看天下嘅第2台，係我哋嘅 Plan B，希望大家都支持下。拜拜。